深圳灣公路大橋發生巴士追撞警車事件，警方話一個交通警為咗走避墮橋重傷，另外有9人受傷。涉事嘅城巴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引致他人嚴重受傷被捕。城巴話涉事司機事發之前一日係休息日，公司對事件感到難過。事發之後，涉事嘅警車停喺其中一條行車線，見到車尾嚴重損毀。警方話晏晝大約5點半接報，一架警車停喺深圳灣公路大橋往深圳灣口岸方向。警員落車處理一架死火嘅城巴嘅時候，懷疑後方另外一架城巴因為收掣不及撞咗埋去。警車再撞到附近一架的士。咁呢個嘅巴士係繼續前衝向呢個左肩部嘅位置衝去嘅。咁同時喺走避期間呢，係好不幸地咁係跌咗落橋下低嘅位置嘅。咁啊橋底係可以距離10米左右啦。咁係受到嚴重傷害嘅同事。咁而當時我哋同事係有跟足程序做嘅，係將個警車係停喺個巴士後邊，亦都係有着咗一個藍燈閃燈咁樣啦，亦都係有放置呢個適量嘅雪糕筒咁樣嘅。懷疑追撞嘅城巴車頭玻璃碎裂，旁邊其中一幅車窗亦都嚴重損毀，足以顯示當時嘅衝擊力。警務處處長周一鳴夜晚到屯門醫院了解情況。依家咧都整個警隊咧都係同佢打緊氣啦，咁同埋咧亦都係會向佢嘅家人係提供一切可行嘅協助。消息話涉事大約30歲警察、城巴、的士司機同埋部分乘客亦都受傷，介乎4歲至64歲。警察隊員佐級協會話，警隊有充足指引同埋訓練處理各類交通事故。喺現場喺一個適當嘅距離，通常都係100米或者150米，咁會 set 一啲我哋個所謂嘅雪糕筒啦，或者一啲指示燈啦，或者一啲牌，亦都會有同事喺度留意住指揮住交通嘅。喺對面線方面，我哋都會留意駕駛者嘅態度，唔好俾喺度停留喺度睇。當然，如果人手足夠嘅時間可以去到現場嘅話，係當然所有嘢同一時間做係一個最適合、最正確嘅方法啦。但係當人手可能未支援未到齊嘅時間嘅話，我相信我同事都唔會等齊支援先去做一啲決定或者一啲工作。佢話任何警務工作都有危險性，相信警察會以專業態度應對。無線電視記者梁永祥報導。